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金门二大岛一个姓陈的阿兵哥失踪，中国方面也正式公布情人伫咧厦门。若准照咱的法律，若准是投降会判死刑，逃兵会判5年以下。上怕为退役军官要去中国参加黄埔军校校庆，体育会主席彭世宽表示，去中国是真无妥当，也强调黄埔的正统是伫台湾。法国国会通过年金改革法案，引起各韩国业强烈反弹，开始罢工，致使巴黎满街路的本所拢是无人拼。金门二大岛有一个姓陈的阿兵哥失踪，落尾传出讲伊受水受去中国，互人救起来，目前人伫厦门。陆委会主委屈泰山今仔日也证实讲，中国透过管道通知咱台湾，讲这个阿兵哥目前人伫中国。这个人对初9开始失踪，上紧15会发布通知。若准过向中国投降，上重会当判到死刑；若是逃兵，是判5年以下。目前国防部和中国拢无来说明，这个阿兵哥的动机，目前是无机会去甲了解。我想他人在大陆这一点应该是确认的了哈。金门二大岛姓陈的士兵失联，陆委会主委屈泰山13证实人逃伫中国，对方有透过管道通知。不过，即马国防部海巡署拢伫积极了解后续，是毋是因为感情，也是债务的因素，选择收去中国。金门立委陈玉珍回回讲，姓陈的士兵并无真侪债务甲感情的问题，所以目的爱搁清查。30多万，然后事实上有跟银行谈这个债务协商，有没有交女朋友啊？之前有，所以他的生活都很正常。姓陈的士兵初9失联，军方初10就发布离营通报，连续6天内无转去。依照规定，会伫15以上宪兵队侦办，会发布通缉。外界是烦恼姓陈的士兵会泄露机密，影响到金门的防务。暗过立委认为姓陈的士兵是火头军，所以唔免伤烦恼。这名伙房兵的业务没有什么机密资料在内，泄密的疑虑呢，我们会予以审慎的了解。立委呼吁中国和姓陈的士兵赶紧返来台湾，要调查伊的目的。逃兵甲投入敌营，刑责差真济。根据《陆海空军刑法》第24条，投入敌营的人，处死刑、无期徒刑，也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另就是逃兵是适用第39条，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6天内若是自动回队内，会当减轻伊的刑责。现在如果把陈姓上兵的那个就是他资料都是先主动公布，那这样子其实中共那边可能就会跟陈姓士兵再进一步的套招，情报有时候就是以静制动。虽然陆委会证实人伫中国，不过国防部并无积极回应。学者分析，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并无发布任何消息，可能伫暗算甲台湾对盘，未看办事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传出有上百位退军官要去中国参加黄埔军校的校庆，引起外界伫咧质疑现役军人甲退伍军人的忠诚度。体育会主委彭世宽则表示，退伍团体去到中国是无妥当的，也强调黄埔的正统是伫咧台湾，也强调中国军机军舰对台湾的扰乱也无减少。退军官去中国参加活动，叫台湾人要安怎接受？习近平开启第3任中国国家主席任期，佮表示坚持一中原则甲九二共识来贯彻解决台湾问题，显示对台湾强硬态度。那新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头一摆记者会无讲话态度，也拍稳清白。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常说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要让更多的台胞台企到大陆来。也毋过，陆委会事件，北京当局对台加大是压力度，强化操作两岸好战两款策略，也佮想要透过两岸交流平台推动统一协商。这个统一协商，伫你的角色，你认为这是啥物啦？这坦白讲吼，当然是一种统战啦。咱家己作为伊的厝边的，咱也走袂去吼，咱爱小心谨慎来应对啦。面对北京对台促统意图无停，传出有900位退役军官要组团去对华参加黄埔建校99周年活动，引起外界关注。屈泰山呼吁，若讲这个人真正要去中国，唔通做出互人伤心的代志。那我们也呼吁这些人士呢，如果真的要到大陆去，那不要做出让国人非常伤心或者是愤怒的事情。我们假如去了以后，
参加他们的活动，台湾上空、海面，中共的基建都没有减少活动，请问我们情何以堪？体育会主委彭世宽表示，每年黄埔建军100周年，且踊跃参加正统台湾陆军官校庆祝。也认为为历经报道，体育军官去中国被征步的代志高大，拢有计划性，严防对华渗透、体育的事件，唔通贪图落地招台的小利益，落入中共统战圈套。请管单位追查背后敢是有不法代志。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无放弃用武力来侵犯台湾。对这经济学人报道讲，中国解放军真有可能会甲拍台湾的行为行动，假做是军事演练，而且目的若准是咱西部的外岛，已经时间可能只剩几点钟尔。对学者分析讲，这解放军若准备拍台湾，伫日本、美国、南韩的监控之下，要偷偷来几率是无大，甚至因的战略一声就会互人看破脚手。中国无放弃武力拍台湾。经济学人报道，习近平若选择开战，可能会甲拍台湾的行动假做是军演。若是小规模夺取台湾西部的外岛，已经的时间可能敢若有几点钟。报道嘛讲到，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表示，美军的主动若失败，就要准备战斗，而且要拍赢。专家分析，中国若想空想芳要拍台湾，伫开战进程，可能会去互国际掌握因的行动。中共的兵力调动已经是区域国家，包括日本啊、美国、澳洲这些国家 ISR 的很重要的对象，战前已经会被各国增资获得。根据国防部报道，去年超过1700架中国军机走入来咱国的防空识别区，数量比往年大大增加。中国军机军舰已经成做咱国国安的威胁。国防部长邱国正证实，美国有想要伫台湾建立军备的仓库。法官是2023年国防授权法的内容。虽然原本是for台湾，并不是in台湾，引起解套的空间。不过专家认为讲，台湾关系法才是关键，让美国总统有更较大的权力，调整在战争的时阵对台湾的支援。台海无稳定，嘛牵连到区域安全。英法国防会联合声明，都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欧洲两大要角共同关注台海和平，意义非凡。外交部对此声明高度欢迎，并肯定两国政府对台海安全的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3日发表新版的外交国防安全政策综合检讨报告，首相府预告会调整对中国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内容嘛按照会头一届讲到台湾，互看作是提升台海防重视的程度。2021年英国头一届发布这个报告的时阵，规篇是拢无讲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不过主计总处主计长张德明认为，国内经济因为有特别预算，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有机会达到2.45%。不过有立业立委认为，政府唔通干那定数字，应该爱互民众感觉到这薪水有得起。朱德明就主张，这军工到伫明年会当调薪水，对物价来调整。技能介绍一直起，民商部主介绍也在行悬。立委观察主计长朱德明，敢是知影民间的艰苦。鸡蛋1斤多少钱？你知道吗？鸡蛋那个鸡蛋的话，大概是1斤的。大概是大概70-80块。国内的民生因为食物类的价格有上涨，那最主要的是大宗物资从进口都有一点比较提高。朱德明强调，若是产地成本造成计销起，政府无应该介入。伊认为，国内目前是需求性通膨影响较大，应该无啥会有停滞性通膨。那伫疫后特别预算上路了后，经济成长有希望上修到2.45%。不过，联合指挥讲，数字甲民间的感受有落差。CPI 成长就代表我们实质的薪水可能会缩水啊，不是吗？关键还是到薪水所得啊。去年的军公教人员是没有调整薪水，今年要不要考虑调整？物价有上涨，实质所得降低的时候，应该是调。主计总处表态，明年军国教监视调薪应该甲物价联动，不过也是爱回归到行政院人事总处的调整委员会来做决策，由行政院长同意了后实施。记者综合报道。
矽谷银行撇出财务危机了后，伫48点钟内就宣布倒去。这美国金融主管机关12日发出声明，保证民众欠伫银行的钱拢会当领倒转来。总统拜登也讲，解决方案会确保民众的钱袂受到威胁，也会继续加强对大型的这个银行因的监督甲监管，避免美国搁再出现这款的问题。美国第16大的矽谷银行破产倒店引起各界烦恼，可能会引起金融风暴。美国总统拜登发出声明表示，解决方案会确保纳税人的钱袂受到威胁，会拍拼互迄寡应该对这个混乱局面负责的人承担所有责任，会加强对大型银行的监督甲监管，避免美国搁陷入这种情形。President, what was the banking crisis? What's that? 这个案也互真侪投资人、企业真惊吓，甚至引起美国10年来上大的烧钱领钱。外国媒体整理出可能也有10间银行会出现危机。There's concern that it may lead to uninsured deposits being pulled out of a lot of other regional banks in the same asset size or smaller and put into the largest commercial banks, and that could cause problems. 随上伫去年底，矽谷银行有2090亿美金的资产，伊的业务注重伫科技新创特定产业较侪。只是面对联准会快速性利息，加上手中有大量美国债券，现金根本就无法度应付存户领钱。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接手，不过后续敢是出现连锁性倒店的危机，犹原引起关注。各国都是零利率啊，所以说甚至有的国家是负利率了，所以说这些金融机构啊，他收不到利息嘛，他手上的资金要投资的话，多半都去买美国政府债券。那联准会在这1年里面，啪一下子把利率拉上去了以后，联准会发这个美国的国债啊的价格就大跌啊。如果资本不够的话，就要补足，补不足，你银行就要强迫关闭。那我们看到这个矽谷银行就这个样子，就倒掉了。SVB 事件也互台股早盘开价惊盘，盘中上价来到15349点，伫电子股领军之下，大盘颠倒变红，中场起34点，收伫15560点，成交金额新台票2392亿。那这个事件发生了后，也互资金回流亚洲，新台票中场起1.97角，收伫30.65亿块兑1美金。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地区一直无落雨，这欠水问题是愈来愈严重。高雄市政府就找水利署的官员和水资源专家做伙会勘高屏溪流域，建议水利署会当往高屏溪水头方向开发本泉水。水利署回应中底期长期拢有规划对抗可坏计划，除了这本泉水，也通透过地下水的补充湖来提升地下水的水位。空中翕高屏溪流域有一寡所在出现沙坡水情紧张，高屏溪川流量降到每秒6.1立方公尺，甲历年平均达20.1差真济。市长陈其迈着去找水，甲水利署的官员学者伫12即天坐直升机勘察高屏溪，建议水利署持续往高屏溪的源头甲中站开发暗流水，向大水资源化增加暗流水工程方向来推动。水池啊，或者是治洪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概念，来增加补助到水面这个地下的这个水的量哈。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在地治洪。水利署回应，市政府甲所内观念同款，除了透过补助湖提升地下水位以外，嘛开发暗流水。中底期先开发六龙溪甲旗山溪河流口的里领暗流水，若是顺利4月开工，上近民国114年12月会当完工，逐工提供10万吨水。六龙溪甲爱寮溪各界所在嘛要规划暗流水的所在。我们在高美大桥下游大概有一个。我规划一个5公顷的地区哈，那整个部分它的操作水深大概4公尺，那未来下游的一个地下水的抬升的部分，大概是有这样一个成效。地下水跟这个浮流水这些的量啊，流到下游地区的用的百分比啊，大概都是20-30%左右而已，所以说还有更多的量可以做在开发。水资源专家认为，高屏溪用水量开发较无一半，也佫有会当开发的，也建议中央成立国家水资源研究院也是中心来综合调度用水，有利资源的整合。记者综合报道。
南部最近正在紧张，国内3大科学园区也拢提早准备。德科、中科已经要求厂商爱家己生水5%，南科毋若生水10%，搁用这再生水厂来增加送水量。就算受到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中国封城、甲通货膨胀等等的影响，国内3大科学园区去年绩效表现也是真出色。国科会发布2022年3大科学园区营业额有甲4兆2664亿，头一届超过4兆，而且贸易总额、就业人口嘛创新高。那以6大产业分析，以高效能 AI 晶片需求的集体电路业，营业额上悬有甲3兆外，占总营业额的7%。半导体产业是未来所有产业的一个 core 一个核心，就是说，很多其他产业都必须要这个晶片在里面，所以我想，用这个台湾目前的优势，半导体晶片的优势呢，去延伸到其他的产业。不过，先进制程用水需求量大，用水敢无稳定，关系到园区正常的生产。虽然德科甲中科目前水情电耗是拿定，暂时无欠水的危机。不过最近无落雨，已经量早部署，要求厂商自主生水5%，因若水情较暗的南科，是总量管制生水10%，而且以再生水厂增加供水量。目前在用的是1.8，我们希望在这个月能够拉到2.8，那希望在5、6月的时候可以拉到3.8的再生水的供应。因若看2023年，国科会主委吴正中表示，要是有全球通货膨胀。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也未结束，也有美中科技战等等的变数。国际主要预测机构对今年贸易成长的预估是较保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台湾进出口的表现。所以今年要是爱真谨慎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拍1年多，拢无停战的现象。根据瑞典智库上最新的报告显示，讲这场战争予欧洲国家的武器进口量增加47%。因为乌克兰伫2022年的武器进口量是世界排第3。讲到全世界武器出口的，犹原是美国排伫咧世界第1。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伫上心公布的报告指出，虽然全球武器已转型为伫2018至2022年，比起2013至2017年减少5.1%，不过欧洲国家主要的武器进口是为美国来的，煞增加47%，北约成员国增加65%。主要原因就是俄国甲欧洲的紧张关系，也甲俄乌战争。根据这个研究所对主要武器的定义是飞机、军舰、战车、大炮、飞弹加各种重型防御系统在内。After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we see that European states already then decided to ramp up their procurement of major arms. But of course, in 2022, we see a further acceleration of that process where European states want to have more arms and they want to have them faster. 这份报告特别提起，乌克兰较早一直拢毋是主要的武器进口国，伫全球武器进口排第14。不过，敢若看2022年，乌克兰煞升到全球第3，敢若是卡达甲印度。Ukraine was a minor recipient of arms before 2022, despite the situation it was in. But there we can see that it has increased its arms imports, or you could better say it has received many arms from a whole range of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US, and we see that it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arms recipient in the past year. 但是全球武器出口占全球比例上悬的，也是美国是40%，过来是俄国、法国、中国、德国。报告指出，美国伫2022年若提供真侪武器予乌克兰，也持续提供军备予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达甲日本。CNN 报道，虽然欧美大量军援乌克兰，不过俄国一直甲俄国战场所得到的西方国家武器甲装备，包括反舰车飞弹、刺针防空飞弹送去伊朗。美国是认为伊朗想要对这武器进行控制，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法国国会通过年金改革法案，引起工会代表的不满，要求要加法国总统马克宏当面讲，说互人拒绝，引起各行各业的强烈反弹，开始罢工。第四这满街路的本数是无人拼，这本数的分化场也伫咧停工，互巴黎街头四界拢是本数，这本数量累积起来已经有几落千栋。
地马粪扫的黑色塑胶袋啊，甲埋伫的纸箱，大型粪扫桶是四界堆伫街仔路，只要民众上街仔路，就会当看到。受到法国参议院提前通过年金改革法案影响，工会代表要求甲法国总统马克宏见面会谈，说服拒绝，引起各行业强烈反弹，陆续罢工。即马号有回岛知名的巴黎正做大型粪扫场。À part les touristes, je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comprend la situation et tout le monde comprend pourquoi est-ce qu'il y a des poubelles dans la rue. Mais c'est vrai que les touristes, je pense qu'ils sont un peu choqués, surtout que Paris de base c'est réputé comme sale, mais là c'est un autre niveau, je pense. 清洁人员如果先罢工到3月14日，巴黎郊区的3个分化场嘛，第二罢工，暂时拢无设定停止罢工的期限。数千栋的粪扫都堆伫巴黎各地区的街仔路，特别是餐厅较济区域，更较严重，已经有鸟鼠出现。就少数区域粪扫是由无罢工的私人公司伫处理收粪扫。Après, évidemment, c'est plus pour la ville de Paris que c'est une catastrophe, quoi, parce que j'imagine que plus personne n'a envie de venir à Paris le week-end, profiter et manger des pâtisseries quand il y a des murs d'ordures partout. Donc c'est sûr que pour le commerce, le tourisme, l'image de Paris et de la France, c'est vraiment terrible, ouais, je pense. Ouais. 法国全国劳工总联盟 CGT 表示，因为上班时间长，甲工作内容较吃力，互清洁人员的平均寿命比一般人减12岁到17岁。暂时清洁人员甲粪扫车驾驶会当伫57岁退休。不过年金改革计划若是通过，就要加工课2档，所以反对改革计划。暂时年改法案会伫15送到国会两院组成的委员会审议，不过16会阁提交去参议院甲国民议会做上尾后的表决。广西新闻台是董平玉。泰国伫最近出现真严重的风暴影响，因为首都曼谷和第二大城清迈天顶拢是雾雾，民众若准备出门，拢爱挂2元的水暗。泰国政府伫顶礼拜公布数据，干那曼谷一礼拜就2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去互医生看。这官员也呼吁囡仔甲有新的妇女上好是踮伫室内，若准备出门上好是爱挂 N95水暗。天顶变作千家美色，佛像也变甲雾蒙蒙。泰国首都曼谷最近和炎热热巴打着，空气品质是真歹，民众的鼻孔熬熬也真艰苦。ใช่แต่ก่อนผมใส่อัน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นี้ต้องใส่2อันแล้วไม่ไหวแล้ว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มัน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อยู่ทั้งวันน่ะมันแสบคอ 泰国月初就出现严重影响，曼谷车北更加是有50个地区 PM2.5超过安全标准，和感测公司 IQAir 评为世界第3污染城市。曼谷政府指出，干那顶礼拜就2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引起呼吸道等疾病入院。รู้สึกว่าตื่นเช้ามาก็คือฝุ่นแบบ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หนามาก แล้วก็ส่วนตัวก็แบบเป็นหวัดง่ายด้วย ตอนนี้ก็คือหายใจไม่ค่อยสะดวกค่ะ แล้วก็แบบไม่สบายมา 2-3 วันแล้วค่ะ 影响来源包括汽车甲工业废气，也共有农民火经产生的烟雾。这伫农业区第2大城清迈，更加是特别严重。清迈政府已经派出压水车，希望减缓影响。实际上，泰国无偌久进前，伫1月底、2月初的时阵，空气品质也到非常顶。曼谷市长迄当时也紧急呼吁民众伫厝工作。根据泰国公共卫生部顶礼拜公布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全泰国已经有13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破病。提起儿童甲有心的人最近较莫出门，民众若是要挂出上好挂 N95嘴暗。广西新闻新闻报道。奥斯卡的颁奖典礼伫13举行，影片《妈的多重宇宙》甲人摕到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等7大奖项。杨紫琼也正做奥斯卡有史以来头一位亚洲的影后。现在讲到关继威和杰米·李·寇蒂斯是摕到男女配角。Michelle Yeoh。奥斯卡产生历史上头一个亚洲影后，60岁的杨紫琼以《妈的多重宇宙》摕到最佳女演员奖，伫得到金球奖、影评人协会奖到演员工会奖这个指标性奖项了后，杨紫琼佫创造新的得奖纪录。This is proof that dreams dream big and dreams do come true. And ladies, don't let anybody tell you you are ever past your prime. Never give up. 妈的多重宇宙除了摕到最佳影片、导演、原创剧本，佫提走3项演员奖。以前甲《欲望街车》荧光幕后有同款的成绩。51岁关继威是伫1985年杀入战场的吴汉了后，奥斯卡历史上第2个摕到男配角奖的华人男演员。Mom, I just want an Oscar.
Stories like this only happen in the movies. I cannot believe it's happening to me. This is the American dream. 港片演出的杰米·李寇蒂斯摕到女配角奖，加关继威伫颁奖后台欢喜甲哭。我的金鱼老爸的布兰登·费雪摕到最佳男演员奖。My goodness, I thank the Academy for this honor and for our studio A24 for making such a bold film. 今年摕到4项主要演员奖的2出电影，拢是由同一间独立片商 A24 出钱翕的，是这届奥斯卡摕上侪奖的。典礼好看，也包括主持人吉米·金魔模仿《捍卫战士》独行侠的剧情，用降落伞进场。约翰·屈服塔伫介绍过新的电影人讲甲后甜，因为伊的好朋友歌手奥利维亚·纽顿强伫2022年年癌过身。最佳短片奖《爱尔兰式的告别》领奖的时阵，导演伫台顶向主演唐氏症演员的詹姆斯·马丁祝贺生日，佮带现场的人做伙唱生日快乐，是这届典礼上温暖的一幕。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全中运的这个大军刀对拍项目12开始比赛，却发生电子护具设备感应出问题，大会是暂停比赛，而且邀请电信警察介入调查。电校厂商把这设备换新了后，就该顺利进行。不过目前也是找不到这干扰来源。调书表示，目前赛程进行甲正顺利，这电信警察大队第13也已经进驻会场，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测试电子护具是毋是正常？112年新定全中运大军刀对拍项目，12早起因为电子护具感应各样，延后赛停，比赛比中段6点钟，一直到下晡4点半才开始比，各位选手比加半年11点外才结束。全国性的最大的比赛，没有想到说会出这么大的状况，蛮压抑。这个说真的，这个是完全不应该犯的错误。比赛的单位有认真的去把它改善，然后也有及时的更正。那当然会多少会影响到选手，跟教练，因为隔天也有赛程。跳书长12半年赶到现地了解状况，鼓励选手。不过选手为了全中运拍拼练习，煞因为比赛的设备出状况，严重耽误赛程。虽然大会虽关掉馆内本来已经有的信号，拜读无线网络影响，不过真侪届测试了后，设备也是伫馆内断线，馆外正常。仪器设备在馆外是可以正常测试的，但是它到馆内就发生问题，所以才会认为说它是不是有不明讯号。今天我们要求在这个跆拳道接下来到17号之前的所有的赛事，电信警察都会进驻在里面，预防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跳书表示，赛事执行委员会伫比赛前相关设备检测拢正常，比赛时阵煞出现电子设备感应各样。除了感谢参赛选手教练的体谅，也肯定执委会积极协调，以公平性加选手参赛权益做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由坑台场改建的台南客家垒球场，2019年起好到当时也未开始使用。最近和平代表一个环保团体质疑讲，这球场的红土挖开下面的这个落地铺，拢是这个脆玻璃，而且这落地铺佫是重金属超过标准，可能会影响到使用安全。今下晡相关单位去到迄个所在进行勘勘，台南的环保局表示讲，目前挖开甲检验结果拢是符合设计图说甲环保的法令规范。红土层互挖开，通出碎石啊、落石。由掩埋场后续改建，2019年底完工的台南客家垒球场，最近一直互民代团团质疑，只有5公分的无红土层下面囤落石、脆玻璃等废弃物，落石也技术重金属超标。民代13下到找环保署等单位现场会勘。铜的话呢是400 ppm， 现在铜呢？铜是1306。哦，超过做球场的话，那使用之后呢，这个在这边运动的人，是会受到伤害，会吸入重金属。
电工射线荧光光谱仪 XRF 网图卡一尺，当金属含量数值随出现，完全以土电管制标准看待球场当金属含量，不过环保署甲台南环保局说无认同，用光谱仪笑分化再生粒料无符合标准规范。你如果说要用土壤的那个重金属检测标准那所有的底渣再生量都超标了。XRF 本身是在做土壤跟底泥元素的筛测，那土壤里面有这种元素，不代表说它在环境里面会溶出这些重金属。环保署强调，球场以即卖法令来看是合格。另外，红土站高度无达到红土球场应该有的10公分红土规定，下面水波雷顶恐惊会造成使用的安全记录。环保局解释，受限地掩埋场先天条件，设计时已经定调，临时尤其使用场所本来就无法度甲正规球场比，后续用途的收集等意见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ChatGPT 公开了后，带动全世界 AI 一条。不过，外界也在咧烦恼讲，亲像这款会当替你创作的 AI， 可能会影响到学术研究，互人乱用伫咧论文甲报告等领域。但在今仔日就提出使用参考指引，亲像老师出题目，也会当先用 AI 测试调整题目的困难度。学生的作品若种有使用 ChatGPT 的内容，也爱先注明。政治软体、数字关键字甲需求系统随生成一篇文章，也会当条列呈现。ChatGPT 会出现带动生成式 AI 新特调。那你帮我生一篇300字的小论文出来，可是它出来的东西其实到底正确性怎么样，它的逻辑性怎么样，其实还是要人去检查它，所以变成说它反而是一个蛮好的训练，就是说让学生可以从它生出来的结果去做一些探讨。学者正面看待生成式 AI 发展，也不过 AI 方真济讨论的同时，外界也烦恼，敢是会影响学术领域的发展。伫清代成立专案小组应用了后，台大23公布参考指引，甲学生会当互 ChatGPT 去做考题，调整难度。其中，伫语言学、电脑科学等领域会当善用伊的语言模型进行课程。另外，学术上，若讲学生使用 ChatGPT 的内容，就应该标注清楚，避免过度挖苦。老师也会当限制学生使用，强化课堂实作，也是加增加跨作业甲考试难度应用。不管是 AI 生的还是别人生的内容，然后你把它拿来做发表，或者当然做作业的缴交，那这绝对是有学术伦理的问题。很明确的规范没有出来，拿来教论文，那老师又不知道的情况下面，那其实就会产生很多的 issue。学校应该是可以让学生使用这个聊天机器人，但是呢，会要求学生把使用的地方标明清楚，管理学生，同时让学生能够使用工具，这样对他们将来就业才有帮助。台大指出，提供指引也毋过未强迫实施，目前除了清代台大之外，央美交大也伫最近开会讨论相关应用。学者认为，新科技发展是无法度挡的，会当彻底面对接受伊，佮思考安怎妥善正确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第二枪的离合机伫明仔载就要停止运转，就清代教授指出讲，若像政府拢无配套，台湾注定爱欠电，建议经济部爱互核电的机组呢延后退休。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这核二枪的离合机是依法运转已经40年期末了，无可能再申请延长。若那离合机除役了后的供电问题，会由大潭8号机和通宵小型机，搁再加上再生能源，确保台湾袂欠电。使用到大已经40年的核二厂2号机，14就要除役，外界关注台湾恐惊会出现欠电的问题。非核家园政策底下，又没有新的配套措施出来，那是注定要缺电的。学者烦恼目前水情无稳定，唔但会影响水力发电，嘛影响抽水欠电的电站。核二厂2号机停止运转了后，要安怎来补原本发电的业是一个问题。根据了解，核二厂2号机总值会当坑98.5万千瓦。一年发电量是75亿度，占系统供电量差不多3%。有学者建议，核二厂2号机应该延后除役，来解决欠电的问题。核2厂的2号机也是因为在3月14号，就是明天，就是法规规定的40年的时间到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让它延一下，除役下来。因应核二厂2号机除役，台电规划机组维修保养的时间。为演过每半年一届，缩短做每2礼拜维修保养一届。另外，还佫用3班的制度，还佫有先准备备品来缩短维修保养的时间。另外，针对热人用电高峰度伫要到，
为着确保供电无问题，有新增加机组，包括大潭8号机有1120条瓦，通宵细型的机组180条瓦，超过后置厂2号机的985条瓦，佮加上水力发电，也佮有再生能源，会当确保供电无问题。即马后置厂要退役，各界关心核废料的问题，毋但要起抗核废料的设施卡关，每一年也佮要开1月来做维护。新北市政府事实上，不仅是核2，甚至核1厂，我们的核燃用过的这个核燃料呢，都还没有拿出来哈。那这个问题应该是说国人对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争议啦哈。针对起抗核废料的设施，新北市府呼吁中央应该赶紧确定要抗核废料的所在，嘛要答应新北市将其买袂正做抗核废料的所在。中央甲地方也无共识，核废料处置的问题，恐惊也阁有真远的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对3月20日开始，这武汉肺炎轻症就变通报免隔离，只有中重症住院的病人才需要通报。不过，外界也在质疑讲，这确诊分做是轻症含中重症，介上有违法的记录。卫福部长许瑞元在去表示，这款的做法含流感同款，未来是轻症就看作是一般疾病，相关的治疗费用由健保支出。若抗病毒药物，暂时还阁算是公费的药物。新冠肺炎轻症免通报隔离，一定3月20日实施，佮同步调整通报定义。感染了后有呼吸道镜头出现肺炎，爱酸素治疗，也是其他并发症。因为安尼住院也是死亡者，才会互人认定是第5类法定传染病。产险工会嘛宣布，新制实施了后，只有符合肺炎并发症，而且有住院甲死亡这2个要件，才会当得到防疫理赔险。不过外界质疑甲疾病确诊定义分做轻症甲中重症，好亲像有违法的记录。流感只有中重症才需要做通报，不需要通报，它就不是法定传染病。那确诊是算其他的就说跟一般的疾病的诊断一样。许瑞元表示，新冠轻症的相关治疗费用要用健保支付，不过亲像抗病毒药物这的支出，短时间内也是由公费给付。因为本土疫情持续降温，有立委是讲，疫情指挥中心应该量早退场，让民众正常生活。现在还是就是1万例以下，如果轻症又不用通报了，你可能只会剩下几百例。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什么时候你的指挥中心要退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时间表，5类改4类，那个时候那指挥中心才会退的。许瑞元讲，目前是疫情较尾站，后续还阁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将新冠肺炎为第5类改做第4类。到时阵指挥中心唔只有可能考虑改编，还是降级开设。记者综合报道。青光眼和医学界讲做是头提视力的一个策略。根据到 WHO 的统计，到去年为止，全球青光眼患者已经超过8000万人，未来2024年甚至有可能来超过1亿人。台湾青光眼的关怀协会提醒，近视超过500度，有高血糖、高血压的人，就要注意目睭的状况。若准发觉讲你的目睭会疼、视野变较下，就要赶紧找医生治疗。我感觉整个头痛欲裂，然后我看东西的时候，有些地方我会觉得好像视力没有以前那么好。那时候我自己才回想到我青光眼可能，这真的是青光眼影响的。结果到医院的时候，医师就告诉我说我已经非常严重了，我如果再晚一点去，有可能会失明之余。亲像王小姐这款有青光眼镜头的患者 ，WHO 统计到去年为止，全球已经超过8000万人。台湾目前有超过38万人有这款镜头，而且根据医师的观察，这群青光眼患者当中有27%甚至无到50岁。但是我们台湾地区有个特别现象，就是说我们在低年龄层的话，病人有增加的现象。那这个主要是跟这个高度近视的越来越盛行有关系啊。年龄小于50岁的这个青光眼大概有27%左右，所以算是在各国来讲，算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专家讲，近视超过500度的人是青光眼的高危险族群。另外，高血糖、高血压的病人，若目苦痛、目睭鳞红记记，就要有警觉。一般来讲，青光眼上明显的镜头就是视野变矮。
它可能会有眼眶疼痛。那如果说到了相当程度以后，当你视野有严重丧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病人可能会注意到说，他要上下楼梯啊，就觉得比较危险，或者是他很容易再碰到东西。台湾青光眼关怀协会提醒，青光眼是带一世人的镜头，不是手术就会解决的，配合目药水长期保养，才通避免恶化。记者麦尚英、曾正佑台北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宣布，台北市公办民营的托育人员起薪对本地34000块增加到38000块，这老师照顾学生的比例也会对本地1:5要降低到1:4。较只囡仔为一个圆箍仔做伙唱囡仔歌、耍游戏。老三囝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参访南港托育中心。宣布台北市公办民营托育人员调薪水方案，会以学历、年资各再提悬。以大学邮保相关科系毕业的托育人员来讲，起薪会为3万8起跳，希望会当甲更加侪人才留条例。我们将起薪提高到3万8，也就是原本3万4。那去年中央它加码到3万5000多，我们对于师生比也会规划从现在1:5降到1:4。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减轻我们托育人员的负担。另外，为了改善第一线托育人员工课的负担，社会局嘛专门要求公办民营的托育中心，把师生的比例为法定的1:5降到1:4，提升教保品质。不过，嘛有立营议员公开讲，市府请一个中国籍的临时工，甲蒋万安出席活动的影片传去了 TikTok， 甚至还个 #2花一家亲。这个临时工甲市府的公务资讯、甲市民的个资流出去。这个临时工所拍的影片里面有包含这个业务上面跟各局处接触的印章，还有民众的申请表全都录，而且都 #了两岸一家亲。所以是不是统战的作为？我觉得让人十分的疑惑。去年8月开始聘用，然后现在已经离职。那其实他主要负责就是一般的事务还有搬运的工作，不会接触到相关市府机密的资料。蒋万安表示，这个临时工是透过劳动部安心就业的方案去卫生局吃头路。去年8月份日起，目前已经离职。未来嘛，搁一届要求员工伫咧上班时间袂当做非公务的工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搁再发生一过路人碰撞到交通意外。今早起8点外，有一个民众塞车要倒弯，过路人可能互轿车下跳炸掉的。无注意讲，有一个阿伯当要过车路，当场甲撞落去，害这阿伯头壳受伤。为了检讨到这款的冲突，台中市交通局伫29搭设过路人专用的设备路口，代表讲这个路口所有车厢拢会全部变红灯的时阵，过路人是故在里行。不过，民众认为讲这款的机制不是规工的运作，效果是真有限。老先生当咧过大路，也毋过一台白色车辆当要倒弯，无大东啊，就将人弄倒伫涂骹。老先生的头壳受伤送医。13早起8点半，台中市上潮甲兴安路口发生一件轿车弄行人的车祸。出代志的驾驶讲是下跳死甲当场死亡。汽车驾驶疑似因视线受阻、视线不佳而发生碰撞。车祸地点靠近主题区，上下班时间车流量真大。就算离峰时间车辆也袂少，民众表示，虽然遮有设置行人，倒头算时间显示，也毋过也是有车唔有人。他要转弯的时候，他要看前面有没有人啊。我觉得他忽然这样转过来，我会吓到。为了减少人车冲突，台中市交通局伫重点路口设置行人专用时相，予车辆甲行人轮流通行。今年度伫台北区、北区甲西区各设置一个，加上进前已经设置的，累计有29个。也毋过行人专用时相并毋是全日运作，像伫科博馆头前的路口，只有伫拜六早起8点到暗时6点有行人专用的时相，平常时啊拢无运作。有民众认为效果无够全面，不太 OK， 因为这边的车真的是没有在管行人的，就直接撸过去。我觉得还是设一下停滞会比较好。比较不方便啊，说要过马路的时候都要停顿啊，看有没有来车。不冲击路口疏解效率下，妥以设置行人专用时下，借由时间完全区隔人车，降低人车冲突之风险。
台中市交通局表示，目前伫全市设置1800个行程倒算计时器，提供行程掌握过道路时间。那行程专用时常会设置，除了考虑人车流量、甲路口人车交集情形，调整开启时间，也会随时进行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对2月底开始，因为民众陪帮烧草啊，发生真侪阵火灾。礼拜暗的时阵，伫东港大桥附近，搁再传出3件烧草啊所引起的火灾。正拄好有公庙伫附近办10周年的绕境，也伫桥边放烟火。对民众指出讲，这火灾是烟火造成的。屏东县消防局等咧调查。有哔哔哔哔的声，也有闪烁的光线，民众伫宝华边欣赏烟火。不过，伫咧对面也传出火光，而且愈烧愈旺。屏东东港大桥挖乌龙迄边的宝华，10时暗时有公庙举办10周年绕境，伫咧宝华边放真侪烟火，才有可能是因为安尼来引起火灾。同一个地方发射太多船或者是岸边，它如果有一些比较易燃的杂草或者是建筑物或者是船，油漆都很重的话，应该蛮容易烧。闪烁烟火吸引真侪民众来看，而且放的数量伤过侪，这时间点拄好甲火灾时间顶塔，也互民众怀疑讲这是造成火灾主要原因。消防局到现场的时阵，也发现真侪起火点，会调查导火原因。抵达现场发现多处火点，出动人员立即布一条水线将其扑灭。营旅释放5日前完成许可文件的申请。现场并配置有警戒人员、灭火器、水桶等相关灭火设备。因火释放时，若发生落焰引发火警时，应由警戒人员立即启动灭火工作。消防局表示，若放烟火时阵无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会当依照跑马烟火管理条例上关罚95万。屏东对2月底到今，因为民众去陪忙烧草的行为，已经引起真侪墓地，还有草的火灾。互消防人员是无应该会估计个袂喷火，而且即马伫东港溪边的爆发，阁因为可能是烟火来引起火灾。消防局也搁再呼吁民众爱做好相关的火警防护，避免害人害己。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垦丁国家森林娱乐区有一个观海楼，是垦丁上界悬的所在，会当看甲真远。不过因为这栋建筑物有历史咯，真旧真后。不过前一阵已经改重新翻新，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手也手机啊，紧甲眼前的景致翕落来。这是垦丁国家森林娱乐区内底的观海楼，是垦丁上悬的所在。360度的视野。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甲太平洋的海景，会当一概总看到。我觉得垦丁这里的视野很棒啊！我们常常有空的时候都会来到这里走走逛逛，顺便锻炼身体。四周的风景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看那个整个360度的风景，真的是最漂亮、最美丽的。所以虽然我们是住在屏东，但是我们还是3不5时。会下来走垦丁森林公园这边走一走，第一空气好，又可以锻炼身体、锻炼脚力，心情好最重要啊。观海楼的厝尾有恒春半岛山海美景，下袂少游客爬山行大时，顺线来观海楼看海天相连。为着要提升安全，互游客更较舒适的环境，观海楼伫2010年开始整修，2021年10月才开放。从1楼大厅开始到我们6楼，我们都重新的完成了一个室内装修。顶楼我们除了地坪的重铺，我们也做了格栅的铺设，还有墙壁我们也重新给它上漆，做了一个可以打卡的墙面。垦丁森林娱乐区希望观海楼整修过了后，游客来到垦丁，唔那是去海边佚佗、看山乌搭，嘛会当爬上观海楼，享受森林的好空气，欣赏恒春半岛风光明媚的山海景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加州最近在遭受到大气河流的侵袭，致使到天气异常，落雨还有落雪。这个溪边的这个爆发，还有车路规个放弃上班的民众，拢爱离开因的家园厝体。拜登政府宣布讲，当地进入紧急状态，而且会互当地更较侪援助。救援人员
甲因掉伫内底，司机为饮水的车来救出来，也阁有偌济人狼狈脱离。加州即个冬天真济代志，大气河流第10遍为中北部带来大风大雨，地势河川规个冲出暴旱。圣塔克鲁兹居民透早发现当地一条公路已经冲歹去，当局紧急代工抢修。We got a message saying the road's been washed out, and came and checked it out, and it's pretty wild. You know, you can't cross the road to get groceries. Or I see patients in their homes that are recovering from surgeries and things, and had to cancel all my visits with them. 我近内华达州的南太湖乌市，连续歹天气累积真高的积雪，都还未清线。又阁有一波大气河流要来报道，当地居民烦恼积雪扬起造成水灾，赶紧清洗墩沙包。居民对这种变化无常的天气已经强要指责袂掉。I've been wanting to get out of town for a while, so it is scary. I mean, it's frightening, and we've had a long winter as it was. Enough. 连续落雨虽然对化解加州空坏现象有帮助，不过气象预报显示，落雨落雪的天气也阁会持续几天。当局已经对加州中部甲内华达州部分所在发出大水警报，提醒民众要做好准备。广西新闻詹慧敏编译。所有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到新竹对14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4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0度到2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